我听说长安城来了位狠角色，3把刀，是烈狐的砍柴人。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我很清楚，一个专杀马贼的少年能干什么。杀人我不怕，就怕麻烦。给我杀！那你直接开个价吧，500两。太少了，是不是再加点儿？2000两。成交。做生意嘛，信字当先。